喺我哋進入神嘅話語之先，讓我哋一齊安靜，將我哋整個嘅身心靈完全嘅降服喺主嘅腳前，讓我哋將自己嘅心思意念全部放低。呢一刻心裏面單單思想主耶穌，渴慕主耶穌與你同在，帶領你嘅默想、祈禱與主嘅親密相交。你可以做深呼吸嘅練習，亦都可以自由咁樣去放鬆你嘅身體、你嘅肩膊、你嘅手臂或者係頸，讓自己用一個最平靜、最舒適嘅狀態嚟與主相交。當你嘅思想又開始諗到其他嘢嘅時候，就呼求主耶穌，求主幫助你專注。你可以話俾主聽：主啊，我在這裡，求你充滿我，求你帶領我。喺你聽到第一次經文誦讀嘅時候，你可以想象自己就係嗰個患咗大麻風嘅病人，你尋求醫治已經好長嘅時間，但身體一路都得唔到醫治。呢一刻，當你揾到主耶穌嘅時候，你嘅心情係點樣嘅？你渴望得到啲乜嘢呢？你亦都可以想象自己係主耶穌其中一個門徒。喺成個嘅故事當中，你係嗰位旁觀者，你又睇到啲乜嘢呢？呢個故事帶俾你嘅震撼又係乜嘢呢？最後，當主耶穌去到曠野禱告嘅時候，你覺得主想對你講乜嘢說話呢？請聆聽神嘅話語。路加福音5章12至16節。有一回，耶穌在一個城裏，有人滿身長了大麻風，看見他就俯伏在地，求他說：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潔淨了。耶穌伸手摸他，說：我肯，你潔淨了吧。大麻風立刻就離了他的身。
耶穌囑咐他：你切不可告訴人，只要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，又要為你得了潔淨，照摩西所吩咐的獻上禮物，對眾人作證據。但耶穌的名聲越發傳揚出去，有極多的人聚集來聽道，也指望醫治他們的病。耶穌卻退到曠野去禱告。而家你可以默想頭先嗰段經文當中令你印象深刻嘅場景、人物或者對話，都問下自己，點解呢一啲嘅場景、人物或者對話對你係特別有感動嘅呢？求聖靈俾你啟示。路加福音5章12至16節。有一回，耶穌在一個城裏，有人滿身長了大麻風，看見他就俯伏在地，求他說：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潔淨了。耶穌伸手摸他，說：我肯，你潔淨了吧。大麻風立刻就離了他的身。耶穌囑咐他：你切不可告訴人，只要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，又要為你得了潔淨，照摩西所吩咐的獻上禮物，對眾人作證據。但耶穌的名聲越發傳揚出去，有極多的人聚集來聽道，也指望醫治他們的病。耶穌卻退到曠野去禱告。基於頭先嘅默想同聖靈向你嘅啟示，你而家可以向神獻上你嘅祈禱。祈禱之後，聆聽神有乜嘢說話要同你講。
路加福音5章12至16節。有一回，耶穌在一個城裏，有人滿身長了大麻風，看見他就俯伏在地，求他說：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潔淨了。耶穌伸手摸他，說：我肯，你潔淨了吧。大麻風立刻就離了他的身。耶穌囑咐他：你切不可告訴人，只要去把身體給祭司查看，又要為你得了潔淨，照摩西所吩咐的獻上禮物，對眾人作證據。但耶穌的名聲越發傳揚出去，有極多的人聚集來聽道，也指望醫治他們的病。耶穌卻退到曠野去禱告。對於神頭先同你講嘅說話，你有啲咩回應呢？喺回應之後，你可以好滿足咁樣去享受主耶穌而家同你喺埋一齊。你而家就係退到曠野嗰度，單單嘅與主同在，與主相交。